Camry Po 汉籍 KR5I0025 观音大士连传经 http://www.camrypo.org/text/KR5I002/001观音大士连传经 GitHub Catalog More Contact Login KR5I0025 观音大士连传经 Master Versions 重刊道藏集要道藏集要电子版 Contents 1、2、01P001A 增课道藏集要观音大士连传经序古今之远一道而已，以天下之大一道而已，以及圣神之何丹。宇宙仙佛之理会心区亦一道而已，以而修道之事每分门别。互各相诋毁者何也？盖以本源不明往时所以然之故而然矣。无怪其然也，是先真传人何以了理无归宿道，何以名呜呼思？是之不彰于人间，也不知凡机以无惑乎？至圣难得，极亦难真。竟不见有一怀抱这个者能混魂于其际，也无也珍惜永定片。念俱往以真无之乌有魂，含以义理之灌注，应是照得当隐私。人以成道，乃传妙经而发为首，曰连盖以连体之空节堪以招。01P001B 心之虚灵耳，次曰传盖以传周之度人，足以欲道之济世耳经。者常也，以连传之常道，拔治世之沉沦，夫亦为是昌明道妙焉。以是故圣典不密，也不传，一传难章，一章上中下平列三品。要无非即义功夫，前中后分派9章，大都系本源奥义，曰穷理，曰尽性，曰致命，此三不之所以然耳。曰烹炼，曰抽天，曰火候诱。9后之层次的，也至于大药本，幻古之仙丹，至于鼎炉石成道之真迹。若服金丹一章，则所谓古今不传之秘，也纵言难言之。也不生不死之关头，不消不息之玄妙，其道只一无而不见夫。真凡相较乎真理，与凡气较，则真理阳，而凡气阴穷理，理穷则知觉真而光明朗彻，春温之和的，以不见夫理气相较乎真气。01P002A 与真理较，则真气阳，而真理阴静，性静则行为力，而理气壮。下言之列的，以至于致命意图，则所谓还无者，由此始以烹之、炼之、抽之、天之火候道，而大药全以曰鼎，曰炉，曰丹，功夫极而真习定，以秋景之澄清，秋气之收敛，秋凉之平静，秋金之严肃。不于是而得正妙果，乎于数归藏于艮，止服于害，尽笃于坤虚。即万念俱混正照，悉无因无以引之而消，也将何以死阳无矣？诱之而习，也将何以生浑？浑然明，明然既然，不动焉，依然悠。悠然感而遂通焉，则所谓金丹大道者，乃于是而完以呜呼夫。亦孰是无念者耶？生生死死，指此念耳。有念则生死，心无念则生死绝夫。亦孰是无念者耶？盖无为无难言，其妙言刚极刚虽。01P002B
至刚者不能入言间，及间虽至利者不能出言细，及细虽至细者不能藏言，大至大虽至大者不能载，火不焚水不逆金石符。爱法力往商却又至圣至灵，无物不体，且也至玄至妙，无往复。能金丹之所以为金丹也，极意之所以为极意也，此五者连传。今之所以度人者，在是以有缘子，其物乎诸？有缘子，其物乎诸？01P003A 清夫先生连传经序。大士连传经之作也，无非发明金丹大道而已。金丹大道三教，真源思义，不息至人难得，则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亦谁得而兴其心哉？呜呼！古今如此，其长也；宇宙如此，其大也。乃于兹而玄为不明，乃于兹而极易往的，乃于兹而甚学弗有，乃于兹而妙果无人不易造化之暗晦，道脉之衰微，以乎而世人犹冒不悟也，而世人犹洋洋自得也。从事谤道，从道谤事，从事道谤如门，从如门谤事，道要皆以非，究未见其一是教者因道也，道教者阳道也，如教者神道也，如是道者阴阳神也。分之阴阳神三也，合之阴阳神一也。由人指一身耳，而精气神悉备。01P003B 焉三教者，天地之精气神也，亦赫可少事。之所以彼此相敌讳者，无非不知其所然耳。三教之为三教，总悉归之于无而止焉。如言至得道，言灵宝士，言金刚究，不分乎这个下手，虽亦成功。无书如门，以万归一世道，以一贯万世教，以尽改动道教，以动至尽，以万归一故，以天下为一任，以一贯万故，以心虚为权衡，以尽改动故，以清净两真元，以动至尽故，以活泼正妙果功夫。一道皆归其定故，思义之真谛，即至秘而思理之幽玄有。至精至为不有指成，无由研究不有阐发，无由寻义大事，以一理之相通，而当此传经之大任，扬千载不传之秘悉，万古未明之真诚，能反复而追为诚，能竭力而精进，则所谓人中之甚圣。01P004A 中之天者，不于此而见之乎？但以义理精深层次幽言辞虽然显明趣味，实难探讨。读者仔细阅者详参，不然如盲者之对。尽玩时之成，甘究于以乎？何以皆思道至大也，思事至重也。非大智慧人不足以语此，非大根底人不足以识此，无也。奉命教正任恐难胜，然而辞不敢，辞勉为着意事故，且敌虑喜心焉。是故更明神尽至焉，一切撮而精爽，思清也，在琢磨而至频率空也。故此难言之言，教人从何者？若如玩散之于医生，如病人之于玩散，故有其引要义往头，于是乃依文演义，略为解释感言尽意蕴乎哉了，以仿佛其大概焉已然，而于心未以反序。彼怀怨思人，乃于仿佛中而嚼其味焉，则上帝之心遂彼大事。01P004B 之愿足及无益乐得而同处焉，呜呼！亦安得思人而共与思道也乎？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 Kansaki Repository. All content created by us is licensed under a CC BY-SA license. Cam Repo 汉籍 KR5I0008 太上老君说长青竞争经 HTM 2019-0823太上老君说长青竞 GitHub Catalog More Contact Login KR5I0008 太上老君说长青竞争经 Master Versions 重刊道藏集要道藏集要电子版原版道藏集要 Contents 01P001A 重刊道藏集要太上老君说长青竞争经八洞仙组合著天地之道恒久而不以君子法天行之见义用事自强而不习中庸引诗记曰于目不以右引文德之纯曰纯亦不以弱此者皆发明太上清净经一个常自人患无常倘少杂不克常自清净中不得为清净也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常养万物无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01P001B 两仪奠定而后天地之谓立以天地有形者也而生是天地者系自无形无形者何道也自乌兔代善而出日月之运见以日月有情者也而生是日月者系自无情无情者何道也自是而品物流行有之无之常养于天地日月中者物之数号万以万物皆有名者也而生是万物者亦自无名无名者何道也是道也其名何仿乎曰魔所仿也亦地模拟仿佛强为名之曰道而已矣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的浊天动的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没而生万物自有天地万物以来清浊动静之分昭然若皆已而不知其 01P002A 清浊动静故自大道中来为道有清浊动静思敦化而川流予以各具道之一体而分行者见如天则得道之清而清也的则得道之浊而浊也而南向天则秉天之清者使本道之清女向的则秉的之浊者使本道之浊而或动以直或静矣昔天地男女一往不是消乎道非天地男女之大范围也忽故既有天地则生男女既有男女则生万物是一本而散为万殊者也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机人能常清净天地悉皆归夫以天地之大男女之繁而皆不出乎清浊动静之外则是清浊动静污容不穷其只哉清与浊相反待由清而浊不见 01P002B为清以要其所以清者故自在也浊积则人清清故浊之源也动与静相反待动极而静不见其动以要其所以动者本根于静也动而无动由是静而无静也此动所以为静之机也人特患不能清静而即能清而不能长守能静而不能长
真中不得谓之清净，即不得谓之常清净也。果其能之，则配天地而无将以两大有不归之也哉！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谦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诚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是清净也。领于谷神而驰于无心者也。神未尝不好清而旺，心扰之则神不胜旺矣。心好静而思欲谦之，则心不胜思矣。01P003A 邪正不两立，故自彰彰。若是果能遣其思欲之，资成其本心知明而心往有不净，神往有不清，为彼六欲三毒各自消灭，而无或蒙业之切发矣。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成，欲未浅，也能浅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行，行无其行；远观其物，物无其物。此亦人人共能之事，而众生所以不能者，心未之成，欲未之浅也。为心不成，则从心生行，从心生物，而妄心尽，岂不可究？皆是皆有心之见者存，而心遂相牵于湖底，于此而有能遣知者，不为外观远观无形无物，及内观其心而亦心无其心。心且无以亦何有形与物哉？01P003B 三者即物为见于空，观空亦空，空魔所空，所空即无，无无亦无，无无即无，湛然常寂。夫无心，因以无形而无物，一朝顿悟，万象皆空，谓之三者见空可也。不仅三者见空，其亦可也。夫于实处见空而遂止矣。为空则有空之所也，有空之所尚非真空。为空魔所空，则虽在空中，并不知其为空，则是所谓无也，而要之无，无亦无。由是空魔所空，则地湛然常寂也云耳。寂魔所寂，欲岂能生？欲寂不生，即是真净真常应物真常的性。常应常净常清净矣。待至寂亦魔所寂，则无心，即天之心地之心，亦即道之心矣。01P004A 道本浑浑噩噩，不可名有义，不可名无者也。心应乎道欲义，何自生乎？欲寂不生，即是真清而真净，以为真，则可以应冲乎万物，亦为真，则可以自得其本性，而再使之以常，岂不常清而常净也哉？如此清净渐入真道，即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能悟之者，可传圣道。夫道本清净者也，我既如此清净，则可以渐入乎真道。以入道，即可以明得道，已然便谓之得，则尚非空魔所空，寂魔所寂，无无亦无之道也。故虽明得道，而实无得之所本不可。以言的乃以化众生，而故以实有所得，诱之彼众生安肯相？01P004B 清净路上来，则不得不以得道明之也。是人能悟道，此其不可以传圣道乎哉？老君曰：上士无真，下士好真。上得不得，下得直得，执着之者不明道德。道在清净，如是知之者，欲得乎道而始不得乎道，于是乎真。
心其焉偶获得之，则全执持而弗敢失真之直之似也然。此下士之所为而上士不出此也，上士则无真而得不得已。总之道无定方于此而欲于彼，而欲清者道也，浊者亦道，静者道也，动者亦道。人能看得大道圆通，方可头见道而无取乎执着为也。若执着之，则不明道德，以此无起执着。天经01P005A 所以至谨于断障也。夫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唯有妄心。既有妄心，即惊其神，既惊其神，即着万物，即着万物，即生贪求，即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着辱，流浪生死，常成苦海，永失真道。执着之见故不可有，而虚妄之心犹不可蒙。亦有妄心，则神出乎舍精而弗得宁，以神精而弗宁，则物交物而分华迷离，彼相者，而贪求之念自不能以待求之福的烦恼从生，而身心皆为之忧苦。于是乎轻者全沦于浊中，而不经其宠者，遭其辱，以致流浪生死，常沉至夫苦海，永失乎真道，是可哀矣。01P005B 真常知道物者，自得的悟道者，常清净矣。地是真道也，清为真清，净为真净，而得之者，断未有不自能悟来果能悟的这个道。空而无空，寂而无寂，则亦清而无清，净而无净。以夫何有不常清常净而为合道之伟人也哉？甚以太上此篇清净之言，故与道德经相表里者，也至以灭矣。加以于是发动先祖相与共定真经密髓，复尽为总注，曰道本无何有形，何有情，又何有名。形无则真空见，情无则妄念捐名，无则万缘习，无诸系至，自无贪求，无或贪求，自无烦恼不生。动系夫安有动不着着，根夫安有着即着，是清即动，是静静。01P006A 而无净思为真净，清而无清思为真清。盖空以魔所空为空，即以魔所即为即，方能化去执着，误入圆观，以致声色迷惑。有魔是心是身焉的清净八祖，即指成密要，又复共根以用。叹之曰心，心心果有心纠合，心生生生果有生纠合，生是心。道之心，道之心曰无心是生，道之生，道之生曰无生，无生而身净，无心而心清，身心清净而无形矣。还大道之无形，身心清净而无情矣。还大道之无情，身心清净而无名矣。还大道之无名，是为清净之传灯。先翁格祖曰吾的真道，曾诵此经万遍，此经是天人所习不传下士，无习受之于东华帝君，东华帝君受之于金阙帝君。01P006B 金阙帝君受之于西王母，以上皆系口口相传，不记文字无今于世书而录之，上士悟之，身为天官，中士修之，南宫烈仙。下士得之，在世常年游行三界，深入经门。左元真人曰：学道之士持诵此经者，即得10天善神拥护其
生然后欲福宝神经业练行行神俱妙与道合真。正义真人曰：人家有此经误解之者，栽障不干众圣护门神。身上界朝拜高尊公满德救香感帝君诵持不退身腾子云。常清常净天尊三称。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 Kansaki Repository. All content created by us is licensed under ACC BY SA license. http://www.camrepo.org/text/kr5i0008/001 Camrepo 汉籍 KR5C01551 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注1李道纯 HTM2019-0823 太上老君说常清净 GitHub Catalog More Contact Login KR5C01551 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注1李道纯 Master Versions 重刊道藏集要道藏集要电子版正统道藏函分楼版原版道藏集要正统道藏3家本 Contents 0000001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注释1兜粮参学清营禅子李道纯著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常养万物无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才言可道即非常道既不可道何以名道以指这道之一字四道了也是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团之不可得用之不可计为忽为恍不属声闻曰悉曰疑无有定体若作声闻会不足以成若作定体求不足以0000001b 应变道虽无形因天地生育其形可见道虽无情推日月运行其情可察道虽无名穷万物常养其名可立亦系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以非道之行乎又曰不之以雷霆论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亦含一属非道之情乎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道之名乎道本无名圣人强力明道者通天下万变归天下之殊途坦平漠直大路之谓也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的浊天动0000002的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没而生万物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机人能常清净天的悉皆归鸿蒙谓判动静之理四存清浊即分动静之机始发清而生者曰天浊而降者曰的天地一合辟一阴阳互动互静机间不已40成焉百物生焉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于物之最灵难法天女法的男清女浊极天地升降也难动女静及天地合辟也天的因运万物化生降本流为生生化化而0000002b 无有修习太上始言无形无情无名天地知始次言有动有静谓有名万物之母也
若复有人知此两者同出一名，则知清浊。本一动静不二流，虽浊而其源常清用，虽动而其体常静清净，九九神与道具与天的为一。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诚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有道之士，常以道治欲，不以欲治道，以道。0000003a。治欲神所以清，心所以静，治道与神气混。混轮轮周乎，三才万物应变而无穷至广。太静经为以苟以欲治道，失道者也失道。知是欲心一蒙魔所不治，权力迁于外面，律兼于内心，为物转神为心意，心神既不清净道，安在哉？常能治欲，则归心不动，归心不动，则自然沉沉湛湛，绝点一纯清复。其本然清净之大，以何欲之有？意转云山。下有则损君子，以成分治欲，其思之谓愚。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成，欲未浅，也能浅之者。0000003b。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行，行无其行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即物为见于空。太上云清净为天下正，所谓正者至公无私，也为天理之至公，为能胜人欲之至私。是人所以不能造道者，非不能，也为物欲之所炫也。绝欲之要，必先忘物我，忘物我者，内忘其心，外忘其行，远忘其物，三者即忘复全天理，是名大极，更指之意也。亦云：更其背不惑其身，情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更其背即内观其心，心无其心，也不惑其。0000004a。身即外观其行，行无其行，也行其庭不见其人，即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也无咎即无欲也。太上云：咎莫大于欲的，即此意也。至于物欲见空，则清净之天复矣。观空亦空，空魔所空，所空即无，无无亦无，无即无，湛然常寂魔所寂，欲岂能生？欲寂不生，即是真净真常应物真常的性常应常净常清净矣。悠悠万事不是空，亦以贯之中归原物此。浅欲之要也，以空浅欲，欲既不生，何空亦？0000004b。无空即无，以无亦无，也无无即无，湛然寂。然湛寂一魔，是名真净湛然常寂者，名神。入空寂也，寂魔所寂者，容神出空寂也，所谓真净，非不动也。若以不动为静，则是有定体也，有定体则不足以应变，所以真常。应物真常的性者动，而应物而真体不动，也。作如是见者，常应常静常清净矣。如此清净见入真道，即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能悟知者，可传圣道。0000005a。既然不动为体感，而遂道为用，是名真净。至于体用，亦原显为无间真常之道的矣。
得之一字亦是强名，若为实有所得，则不足以为道圣人，唯恐世人不知有无相生之理，若断肠邪见，故以得道委曲成全始。其机见而至顿成也，至于黑而成之不言。而信圣道可造也，所谓传者不传之传也。圣道者圣而不可知之谓也。老君曰：上士无真，下士好真，上德不得下德，执得执着之者不明道德。0000005b。尊儒书不真之言行，是今无真之行，此一。法出于无法动，官民弃士民，上士也；下士则不然，下士之心好胜，常自满自见是自今拔至真之有也。谄有为善，直谓己得无，必谓之无也。上士反是上士会得以千字。目不自见，事不自经拔，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太上所谓上德不得，是以有得及此意也。执着之者，得上不明，何以明道哉？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唯有妄心，既有妄心。0000006a。即经其神，即经其神，即者万物，即者万物即生贪求，即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着辱，流浪生死，常成苦海，永失真道。下士好真直得，唯有妄心，所以然也，不得。云常灭妄心，不灭照心，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一切不动之心皆照心也。妄想一蒙邪正分枢机，一发荣辱判，可不免灾妄心，不止生种种差别因缘，至于社会途处，或积落因趣味有，不始于妄心也。学道之0000006b。是故当谨始，若不谨焉的有中妄念时，蒙不自知觉神为心，一心为物，千纵三施知赤圣为六欲之扰，攘喧的不着物耶者，物之故贪求心生，既生贪求，即是烦恼妄想种种相愿，无有解脱，至于忧苦，身心变遭着辱，流浪生死，常成苦海，永失真道良，可悲哉！所以妄想之心，殊回之根本也。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妄想心不灭，所以然也。真常知道悟者，自得的悟道者，常清净矣。0000007a。见在此生亦从妄想中来，生生而后有情虑，情愿而后有忧苦，妄增怨起，直入轮回。前无始而后无终者，举世皆然为悟道者。照心常存，照破种种怨相，皆是妄幻物令。染着照心既存，妄心无能为也，久久纯熟。决定正清净身作是见者，真常知道的矣。所谓照心者，即天心也；真常者，即无妄也。了悟此心，则有妄之心复以无妄之道成。以无妄所以次复也，亦曰复其见天得之心乎？到这里，先界幽为悉皆先照至于如。0000007b。如不动了了，常知至觉至灵，常清常净真，常知道至是尽以圣人之能事必矣。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注。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 Kansaki Repository. All content created by us is licensed under a CC-BY-SA license. http://www.canrepo.org/text/kr5C0151/0000